请啊，继续来看华航的技术罢工，今仔日来到第5天。昨第2届的劳资协商来破局，本地下晡要做第3届的协商，但是工会希望会当延到明仔载。交通部政务处长王国才讲，逐天的下晡拢会提供会议室，互双方去协商。也毋过工会讲，感受袂到华航的诚意，所以无排除要伫交通部静坐抗议。 华航技术罢工已经第5天，昨第2摆协商无成，本来今日下晡要举行第3摆协商，也毋过工会伫半暝敲电话予交通部，希望讲改日子。交通部政处王国才透早接受访问的时，讲到每一天下晡2点半拢会开放会议室，和双方协商。工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公司的一份子，伤害了公司，最后还是伤害到自己啊。那现在这个方案已经提出来了。 就说他所谓的疲劳航班，我们都提出方案了嘛，哈，赶快回来谈。第2摆协商是针对疲劳航班的派遣，华航做出让步，提出7点钟以上半暝航班派3个人。工会佫讲，以导航段超过7点钟就要派3个人。华航以增加成本为理由拒绝，工会感受袂到华航的诚意，拍算要静坐。 为了要符合他们的需求，我们一直改变我们呈现的内容哦，甚至于去迎合他，去配合他的说法，来改变我们的要求的内容。结论是还是没有办法接受。华航技术罢工也未结束，4天总共营收就损失超过1亿，估计嘛对咧破，昨暝跋破10块，买酒收入10块2，今日开盘嘛继续落。 估计已经到10块票面价保卫战，如果若继续安尼落去，对双方、对人客，还有投资人来讲，敢若会愈来愈不利。